美浓呢，除了说有这个以前的祖厝还在之外，那其实这个祠堂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，因为一年要回来2次。除夕的时候回来拜拜，就是一个大拜拜的一个传统，每年大概就70到100个人，全部就这样挤回来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特殊的事情，大家有一个相同的一个血缘的一个命脉在这边，所以大家呢是到除夕的时候回来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客家人的扫墓是比一般人的清明节在更前面一点嘛，那个时候也是会再回来这个地方，同样的一个道理，就是每次回来之后，中午在正午的时候拜拜完之后，然后烧纸钱，然后外面就是打鞭炮，然后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一年又这样一个结束了这样子，所以以前小时候是一年一定会回来2次，那个时候是不管是说你是在读书啊，或者说大学在外地，然后都是一直会回来的一个传统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地方这个祠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它是一个连接我的家族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。谢谢啊。就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菜就是每次回来啊，祭祖完，然后拜拜完之后回来，就是基本上会来这间店，这个是记忆当中，然后大家会做一个很大的圆桌，会点着满满的一桌，然后会有这个板条。爸爸、爷爷这边讲到说，我们家以前是从广东梅县的蕉岭来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已经在国外住了10几年的人来讲。它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说乡愁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定义，你有时候乡愁想起来，你可能脑中想过的是几个画面，那美浓就一直在一个画面里面，所以我觉得好像美浓这边的子弟或客家子弟在全世界开枝落叶，然后你经常也会自己会定义说你到底是哪里的人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原乡以及说你自己家人的故乡这个概念，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它会越来越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有一种在你心中，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定心丸，会让你知道说我们的根源、我们的根从哪里来的感觉。